因应疫情，公寓大楼住户甲社区服务人员伫室内外空间全面挂催安，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加强清洁消毒，已经是上基本。对此，市府为了避免无必要的接触，进一步呼吁设立外送集中区，禁止外送人员直接进入。亲像水高社这一新起的大楼，一栋就至少140几户。为对去年疫情开始的配合，今年更加强执行实联制，提供 QR code 扫描，希望收掉社区防疫，也保护外送人员。集中有放置餐点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实施一些 QR， 让他们来的时候由我们管理师可以告知，再请线上付款，请他们下来做取餐，所以在减少可能因为外送员嘛，他们有可能会有太多接触的一个风险。减少跟外来客的一个接触。那再来第二个就是，我们其实有在规划跟预计要进行，就是大楼集中采购一些物品，那也减少让一些我们大楼的一个住户出去的一个状况。对，你觉得配合度大概怎么样？其实目前大家落实性蛮高的，比较安全吧，就只是放在那个桌子旁边而已，就不用接触取餐这样。对，这样相对安全哦。对啊，就不用再送到客户面前，或者是接触取餐，也避免感染这样子。还蛮不错的啊。你指防疫站是指门口那个吗？对，就外送，或者说你们管理师会统一收付啊，或什么之类这样。哦，可以啊，反正不要避免人与人接触嘛。25号，中央公布防疫3级将持续到6月14日，相信物流的运送加送餐的需求会对咧增加，所以为了避免社区有防疫破口，市府监务局嘛建议管委会除了统一代收代付，嘛当推动社区共同采买，降低住户因为采买民生物资的风险。毕竟现在减少移动，就是控制疫情真大的关键。台南新闻，军及张硕维采访报道。